好，被调包了。来人！王大人，请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们素未谋面，我是只认圣旨，不认人。带下去。王大人，王大人。 阿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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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。 到处找我，你是到处找那个小白脸吧？哎，姐，不用急，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。阿丑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啊？你别看小白脸他装样子，其实他心里早就喜欢你了，准会回来找你的。你别哄姐姐高兴了，陈公子是人中龙凤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姐姐只是觉得他人品正，又有气派。 像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你这么一天天长大了，总这么混，什么时候是个出路啊？哼，你要是能做了他的随从，或许他能教你走上正道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小白脸，可你偏偏就是喜欢这种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说过他会找回来，就一定会找回来。你怎么这么肯定他会回来啊？我拿了小白脸的东西。什么？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一点也不知道。哭有什么用？哭能把圣旨哭回来吗？哎呀，你还不好好想想，有谁打过包公的主意啊？哥，肯定是那个丑八怪。 那个阿丑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小的时候怕你冻着，怕你饿着，一天天盼着你长大。现在你长大了，你往坏了学。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省心？我什么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？我又不是贼，小白脸才是贼呢。你胡说！陈公子行事说话一副正派的样子，他怎么会是贼呢？ 你看见他偷东西了？对呀，真的？真的。他偷了谁的东西啊？他偷了你的东西。偷了我的东西？偷了我什么东西啊？你想想，你丢了什么？我没丢什么呀。你丢了魂儿了。去，没大没小的。阿丑，你到底拿没拿陈公子的东西？我拿了。 我拿的不过是饭团子的包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小白脸的东西。那东西呢？还在吗？当然在。我这可不是偷啊，我就是想气气他。等他找回来了，我再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就是了。看见了吧？就是这玩意儿。督察院。 江南道，阿丑，陈公子果然是有身份的人。姐，还有这个呢。阿丑，陈公子，他是钦差，真的？我就觉得他不是一般人，真的让我猜中了。这块破绸子是干嘛用的？你怎么一看就知道小白脸是钦差啊？你不识字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是官印，这个是圣旨。陈公子有了这2样的东西，他的身份再也不会错了。陈公子
是皇上派下来的钦差。你可闯了大祸了！你偷了这2样东西，陈公子这会儿不知道该有多着急呢。什么闯下大祸了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小白脸一定舍不得丢，肯定会找回来的。等他找来了，我就拿着这个东西，逼着他娶你做老婆，好不好？阿丑，你怎么没轻没重的？陈公子丢了圣旨和官印，这会儿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呢。阿丑，咱们得赶紧把这个还回去。怎么还？我怎么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啊？你。他娘的，吓我一跳！三哥出事儿了，里边说，什么事儿？雨姑娘正在哭呢，你快进去看看吧。怎么了？老哥啊，上街溜了一圈，被郑天寿家的人给盯上了，追了好几条街才跑脱了。你看，我说不让他出去，不让他出去，他非得出去，这不惹事儿了。钱大人，钱大人，您好人做到底，千万再救小女一次，我给您磕头。哎呀，老婆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你赶快起来，我这就想办法给你们换地方。我想办法。钱大人，你不会是和郑天寿合起伙来骗我们的吧？妹妹说哪里话呀？我要想骗你，我还用得着花这种心思？我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？不要往外跑，怎么就不听呢？是我让我爹出去买针线，这才碰上了郑天寿的人。老四，赶快去租辆车来，要带棚子的。哎，钱大人，你还是尽早送我们出城吧。别着急，让我想想。城门这会儿只怕是不好出去，正在查钦差呢，城门看得紧，只要是一出城，准逃不过门族的眼睛。那不如先找个地方再躲一躲。还能躲到哪儿呢？我想想，算命。有台阶怎么不告诉我？哦，忘了，这会儿一是瞎子，台阶。哦，台阶儿。算命。哟，瞎子来了，算命的吧？算命。快上来给我算一算！快上来呀！上来给我测个字儿，看看我面相如何！快上来呀！上来！哎呦，钱老爷，您这可就见外了，在我这儿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，你看劳您费心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喽。不许让外人知道，不许让玉姑娘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除了我和老四，不放任何人到后院去。知道，钱老爷一向是有情有义的。不过钱老爷既然想把它收为偏房，要不要我先教他些伺候人的玩意儿啊？啊呸！你说这话就是糟践人。你只管把他父女2人的衣食伺候好就行了。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。钱老爷常来看看我们呢。刚才牛大早到这儿来了，说郑天寿有传话，要你马上把玉姑娘给送过去。你怎么说呀？我还能怎么说？我替你应了呗。你替我应了。应了。你告诉郑七，一会儿让他到衙门口接人，一定得用轿子抬，人家可是个黄花闺女。三哥，你真要送啊？
老七，这盖头是你能掀的呀？嘿，回过头来，郑大人问我说好果子让郑七先尝了鲜，你可别怪我多嘴。钱大人，在这清水县，郑家和田家可是世交，是轻是重，你自己掂量着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么点小事儿，我还不替郑大人办妥了？不说是在郑大人面前，就是在我们家老太爷面前，我也交不了差呀。你知道就好。玉姑娘，请。哎，请。玉姑娘，这边请。谁是玉姑娘啊？我是春晓。你们钱老爷怎么跟你们郑大人说的呀？钱老贵。哼。钱老贵好大的胆子！哼，我看那是活腻了。备轿，带人随我去县衙。老爷，且慢，以小的干，钱老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。钱老儿又如何呀？啊，他不仁，也休怪我不义。老爷，近来风声吃紧，老爷您丁忧志气未满，为这种事去闹县衙，让钦差知道了，恐怕不好解释。钦差，又是他娘的钦差！哎，你说这是田老儿给钱奎出的主意啊？老爷，我看田老太爷也是为大人您好。田家和我们的交往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什么时候不是一个鼻孔出气？老爷，您千万不要和田老太爷翻了脸。不过那个婊子糊弄人，肯定是钱老贵的主意。这，老爷，您全且忍一忍，我这就派人去查找那玉姑娘的藏身之处，一定给老爷您找回来。大爷的，等过了这阵风，我饶不了他。哥，你吃一口吧。你都2天没吃饭了，再不吃会饿死的。都是我不好，哭，你就知道哭！我这才刚下来就把圣旨丢了，你让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你让我怎么去见魏大人？哥，我去京城向皇上谢罪，再要一份圣旨好不好？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游戏啊？那阿丑是什么来路还搞不清楚，万一他拿了圣旨去蒙人，这罪过都得算到我头上。哎，爽！啊，不玩了。红哥，我这脑门都被你弹红了。咱们赌银子的，打死不赌钱。阿丑，你甭劝了，我三叔是铁公鸡，1毛不拔。呸！我该大方的地方我大方着呢，不赌钱就是小气啊！哎，这话我信。我和我姐的店钱饭钱你还赊着呢。阿丑，你是想赢了抹平吧？我三叔可不上你的当。红哥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你说。这几天总听人说钦差，钦差到底是个多大的官啊？钦差嘛，这个官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总之是皇上派下来的就叫钦差。啊，不论他的官品大小，下边的人总是要拍着的，因为他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办差，所以大官小官见了他都要磕头的。红哥，你见过钦差吗？我没见过，我爹他老人家也没见过，差一点啊！那是顺治9年的事儿，那时候我还小，还没你这个小王八蛋呢。听说钦差到了河安，我爹就打点了几百两银子，准备去送礼。没成想啊，晚了一步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钦差就回了京城了。你爹是官吗？我爹不是官，
你爹又不是官，为什么要给钦差送银子？阿丑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修桥铺路买人缘。钦差那是皇上眼里的红人，只要能拉上关系，就算得不着线报，也算有了点缘分，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听你这么说，钦差来了，会有许多人白送银子。当然了，清水县哪年哪月能赶上来个钦差呀？哎，这些天有好多人跟我打听了呢。三叔，都说这钦差到了清水，说不定现在就住咱店里，只不过人家是微服暗访，见了咱也认不出来。嘿嘿，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啊，但是看官可是一看一个准儿。如果钦差大人真住在咱们这店里边，那我一眼就能把他看出来。红哥，你先别吹牛，说不定我就是钦差呢。你，哎，你先别呸！钦差微服私访拿贪官，能让你瞧出来？看着像是真的，不一定是真的；看着像假的，也不一定是假的，说不定就是真的。您的意思，您就是钦差？呸！姓陈的几番要见您，我看不行，您就见去，听他说说，不就知道真假了吗？此人绝不会是个假的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置。原来您心里有数啊！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一眼就能瞧出来。只不过这件事事关重大呀，毕竟都是督察院的人，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那魏大人也得跟着受牵连，不是？况且皇上的面子也不好看呢，搞得不好，要得罪一大帮人的。大人，可是老这么不见，也不是个办法吧？姓陈的都想了2天了，您不妨见见他，听他怎么说。好吧。姐，找到小白脸没有？去，阿丑，你看见陈公子了吗？姐，你不用找了，现在这个小白脸什么都不是了，钦差换人了。换谁了？我。哎呀！那个小白脸是个笨蛋，他就算是拿着圣旨，也不会当钦差，还不如我当算了。你个混球，你懂得做官吗？就你那样，就算是真钦差，也没有人会信。我听说书的说过，钦差有尚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，哪一个敢不认我就把他给杀了。你闭嘴！你以为是闹着玩呢？你杀谁呀？我明天就带着圣旨去把周文正拿了，先把他下到大狱里，再把他的屁股打烂，然后再把他给杀了。阿丑啊，你千万不能这样！你一个小孩子家，就算你手里有圣旨，又有谁会信呢？你去了，正好让周文正拿个正着，判你个偷圣旨罪，你还想活吗你？听姐姐的话，等陈公子来了，把圣旨还给他，向陈公子说明我们的冤情，让他替咱们报仇。就那个小白脸，他能干什么？他要是有胆子，早就亮出身份，把那个狗官给杀了。陈公子是微服暗访，等他拿到证据，肯定会惩治那些狗官。我不管，反正圣旨在我手里，我就要当钦差。你把圣旨拿来。不，拿来。阿丑，陈大人到。王大人，王母怠慢，请坐。请。王大人，臣信由魏大人举荐，官拜督察院江南道御史，确实奉了圣旨，到和安府来查办清水县修堤所用官印一案，还请王大人明察。明察，陈大人，你把圣旨和官印都弄丢了，你让我怎么明察呀？大人，
陈信虽丢了圣旨和官印，可身份没丢啊。大人只要派人到京城一问，便知真假。不知大人这几日可差人前去问了没有？陈大人，你真的想让我派人去问？你知道不知道，我这一问，你的前程可就断送了。这个陈信岂有不知？只是我刚刚一下来就丢了圣旨，已经是有负皇恩，怎敢再去隐瞒呢？陈大人，皇上让你来是办差的，你这差还没有办就认了输，皇上知道了，这魏大人的脸上也不好看呐。难道王大人肯让我前去找回圣旨？你想清楚了是什么人所为了吗？是一个小无赖和阿诺斗气拿了包裹，估计不至于危害太大。只是不知王大人肯不肯开恩，让我去把圣旨找回来。陈大人，你我是不能放的。我一没有见过圣旨，二没有见到你的官印，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？另外嘛，倒是可以前去寻找。多谢大人。外卿，朕派下去的钦差都有回应了吗？臣已接到3人禀奏。昨天不是呈给皇上了吗？看过了。当朕气恼，不曾想下面这些官吏竟如此的不争气，只顾着自己捞银子，完全不将国家的社稷放在眼里。再不整治，民不堪受，早晚会到前明的覆辙的。皇上居安思危，不愧一代圣主。行了，你少拍朕的马屁吧，也不用拱朕的火儿。朕既然下定决心要整顿吏治，就不会轻易罢手的。对了，派往河安的陈信可有消息了吗？河安路远，恐怕还得过些日子才能到。凡是这类折子，只要到了，就立刻给朕递上来。老臣明白。哎，皇上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儿在后花园，一个小太监逮了只蝈蝈，我瞅着挺好玩的，就拿过来了。皇上，行了，朕批折子，昨晚批到寅时方睡，你就不能让朕消停会儿，也找个乐子耍耍？老臣小时候也养过蝈蝈。哎，外卿，那你告诉朕，蝈蝈晚上吃什么？哎，兄弟，红哥啊，你跟盯食儿的王八似的，看什么呢？阿丑兄弟真要开玩笑。刚走了一位爷，猛一看呢，有点像官儿。后来一打听，您猜怎么着？是个他妈穷小子。你是不是琢磨谁是钦差呀？兄弟，你在探我呢吧？探你什么？要这么说来，你还真是有几分像。你听着什么了？还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那没有。红哥，哎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我真是三生有幸，我这辈子没白活。字儿认得吧？小人一看大人就不是寻常之辈，开眼了吧？看眼。三生有幸吧？有幸。起来吧。小人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坐。谢陈大人。你叫我什么？
我刚才看过圣旨之后，才知道大人您贵姓陈。你以后还是叫我阿丑好了，那是官名。是，阿丑大人。我刚才已经看过圣旨了，是不是我也就沾了官差了？啊，哎，你前边去吧。走。钱大人，屋里说话。好，屋里说话。大人请。妹妹。大人，多谢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妹妹说哪里话，我钱奎把妹妹只当是自家人，妹妹就不用客气。钱大人，请用茶。哎，哎，你先走。好。钱大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昨天夜里灯火通明，十分热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前院就是本县有名的思春院。钱大人，让蝶儿住这里，恐怕有些不合适吧？老伯，你可知道灯下黑这说法吗？郑天寿在清水县经营多年，到处都是他的人。我要是把妹妹安排在别的地方，说不定哪天有人见钱眼开就把妹妹给卖了。我跟这思春院的老鸨有恩，他想做买卖，就不敢得罪我这个县太爷，把你们爷俩安排在这个地方，反倒是最安全的。钱大人也真是费心了。这里是是非之窝，我父女住这里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老伯，老伯你放心，我会尽快的想办法。只是妹妹，你还得容我点时间呐。三哥，是老四来了。红三儿，我阿丑是最讲义气的人，我在你店里的花费，你都先记在账上好了。店钱加饭钱折成银子，一共是12两7钱，你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大人，您真是好记性啊，一厘都不差。我以后不收大人，我哪敢要大人的钱？红三儿，咱们一码是一码，我阿丑从不讹人，更别说我办的是皇差，欠你多少银子，自有皇上替我擦屁股，你不用怕。我画的像谁啊？我有点像小人。小人是谁？小人就是小人，不是小人就是我。对了，你的好我都给你记着呢。那是大人这种记账方法，觉得挺新鲜的。红三儿，你不懂，我这是微服私访，这里面记着的有我自己的账，也有日后要交代给皇上的公事。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我这么记着，只有我自己清楚。就算是丢了，别人捡着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你明白吗？大人，还是您做吧。哎呀，大人真有个办差的样。您要是不跟我说，小人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。红三儿，你看着我。不。我让你看着我，你就看着我，好好的看着，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记住了，以后在人前，你还是我的红哥，我还是你的阿丑兄弟，别那么没骨头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陈大人。你叫我什么？
阿丑兄弟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别那么没出息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皇帝老子，他也是个人。钦差算个屁呀，是个人都能当。哎，阿丑大人，那什么，圣旨和官印就放在你这儿，我这是赌一赌你的忠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这是信得过你，你可得给我看好了，不许给外人看。这是圣旨，你该知道厉害吧？大人如此信得过小人，小人就是粉身碎骨，也为大人马首是瞻。那什么事儿非得要我去？什么大主意还不都他拿？用得着找我去商量吗？商量了又不听我的，叫我去有个屁用！三哥，你别生气。玉姑娘坐在这儿，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，你想什么时候来都成。老太爷那边催得急，说是有要紧事儿。什么他娘的要紧事儿？说是客栈又来了一个钦差。钦差个屁吧！肯定是他娘的假的。门槛儿？废话，我还不知道个门槛儿。曹桥客栈来了个叫阿丑的，你去看过了吗？没有。这些天我去过几趟客栈，没瞧见有什么人像是钦差。你瞧就瞧出来了吗？你好眼力你。就算是微服暗访，总也得有个官样子吧？那气派，那是想藏也藏不了的。您就看看那客栈里头那些人，一个个的笨头笨脑的样子，他们哪有一个人有点钦差的样子呀？我看你呀才笨头笨脑的了，真人不露相，尤其在官场上。表面看起来呢，笨头笨脑，实际上心里明镜似的。那真聪明的，啊，哪个不会装傻呀？偏偏你这种蠢人，总觉得自己精明得很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回钦差来了，别说你呀，连名相是谁都没搞清楚。那肯定是个老谋深算、令人防不胜防的老东西吧？未必。皇上面清，说不准呐，就派个愣头青来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此番钦差来呀，你越看越不像，那可能就是真的。你要看呐，像模像样的，大半是装出来的，故意想讨便宜。您认定的那个叫阿丑的是钦差，那我这就去把他请到衙门里来，好不好？谁让你去请他了？真假都没搞清楚，啊！就算是真的，他是微服暗访，他怎么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？爹，你让我怎么着啊？去好好查一查，先查实了真假再说。行，我这一半天就给你个准劲儿。回来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告诉红三儿，不管真假，对那个阿丑啊，要好好照应着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咱们呢，早早拜了神，就不会招来鬼。是。小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小姐，今天啊，给您换换口味儿。我们老板啊，亲自下厨，给您做了几个地道的小菜儿，您尝尝。
小二，你们老板也太客气了，怎么好意思让他破费？哪里话，大小姐和阿丑哥是贵人，住我们店里那也是我们的福分，不伺候好了怎么行？小二，告诉你们老板，大小姐这会儿可没银子，当心赔了本儿。大小姐，您就甭试探小子了。阿丑哥拔根汗毛都比我腰粗，您还能少了银子？小二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您甭多心，我们老板说了，您在这儿吃的住的全当我们孝敬您了，还用您掏银子，那也太不懂事儿了。您慢慢用着。哎，小二，是不是阿丑跟你说什么了？阿丑哥吉人自有天相，干的都是大事儿，到时候还望大小姐多给我们老板美言几句。阿丑，阿丑，哎，开门呐！你干什么呢？藏圣旨呢，不藏好了，给你搜去了。你骗谁呀？我早就翻过了，根本就不在屋里。我说我那20两银子怎么没了？是不是你拿去了？你耍赖你！开门！我问你，你跟洪三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那客栈怎么送这么多好吃的来？那是我人缘好呗。你骗人！你肯定跟他说什么了？阿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陈公子才是钦差呢。我有圣旨，我就是钦差。那圣旨是颁给你的吗？圣旨在我手里，就算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阿丑，假扮钦差那是欺君之罪，要是皇上知道了，必斩无疑。那脑袋说没就没，不是什么好玩的。你要是想死的话，就别听我的，要不然把圣旨给我。没门儿，我还得留着给小白脸讲价钱呢。你，阿丑！三哥，你为啥非要扮成这般模样？你是个木脑瓜啊！我要是露了身份，那钦差就成了暗处，咱们就成明处了。我这么一闭眼扮成瞎子，咱们就在暗处，那钦差就在明处了。到了草桥客栈，你就看看我的手段吧。三哥，你别吹得没边儿了。走。算命、测字、摸骨、天寿命、断前程。二啊，哎，这水车备好了没有啊？备好了。备好了还不赶紧去呀？我这不正在收拾碗吗？嘿，让你跟我顶嘴了你！我让你快点你就快点去。哎，哎呦，大小姐，佟大哥，您瞧瞧，这哪是您干的活啊？我自己来。您交给我，您一定得交给我。那谢谢了。哎，我得洗了去啊。大小姐，佟大哥，您想吃点什么，用点什么，往后您就尽管说啊。我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名贵的东西，但是那家常的小菜呢，您用着呢，我想还能合适。佟大哥，您快别这么说了，这店钱我还欠着呢，您让这么破费，我可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可不敢这么说，大小姐。小店虽然本钱不多，但是伺候大小姐在这儿住些个日子，那还是经受得起的。哎，大小姐，您千万别多心啊，尽管住，想住的什么时候都行啊。阿丑大人已经跟我说好了。佟大哥，您说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这阿丑的话，你千万别信，他是逗你玩呢。我知道，大小姐，阿丑大人的事儿，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漏的，您尽管放心。佟大哥，
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儿，他是……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漏了阿丑的底，更不会让您为难。洪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大小姐，您什么都甭说了，您要是再说，您就是瞧不起我了。啊，阿丑的事儿我坏不了，您就放心好了。啊，算命，摸骨，门槛儿。 测字，算命，钱，伤不了你的钱。掌柜的，借你的厂子用一用，给我泡壶好茶。啊，是，您尽管用，哦，一凳，两凳，没了。 刚才几个命贱的非得缠着我问个没完没了，说的人口干舌燥的。难道他算得准吗？准，他算的特别准。掌柜的，是。 刚才说话那个姑娘是谁呀？她是阿丑我的大兄弟的姐姐。大小姐，这位可是咱们县城里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啊。他算命算的，一向是特别准。快去泡茶去。哎，是，您请二。先生，怎么称呼啊？ 毕姓钱。恕我直言啊，听姑娘的话音儿，恐怕近日有血光之灾啊！哎，死瞎子，你吓唬谁呢？我跟你客气一句，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我见得多了，还有人说我是娘娘命呢，还不都是骗钱的？我要是骗你的钱啊！ 我就光说吉利话了。我是说呀，姑娘一个妇道人家，前面有好大的凶险，我不忍心不告诉你。我不图你的钱，我就想让姑娘你听我说的话。